姑娘飲姜湯啦。姑娘請飲姜湯啦。姑娘請飲姜湯。姑娘醒來，你係邊個？呢一度又係乜嘢地方啊？姑娘請聽啊！請姑娘細聽，在下講此乃南京城郊外嘅周家莊，看路見姑娘暈倒雪地上，顧不得男女有別，負你進草堂。還能接受我，生生一家一地你看，衣送亂似當初，放我談説中人間稀罕，還只因你沒此難忘。姑娘，呢件係我嫂嫂嘅舊衣裳，請姑娘披上吧。姑娘方才說到翠雲嘅舊衣裳，敢問姑娘芳名可是叫翠雲啊？定是翠雲？可是京東楊老侍郎府中嗰一位兒婢翠雲呢？定是小女子？哎呀，好，好啊！請姑娘受我下拜身，你對多嫂照顧得當，書中送閒情兒世間望，心地美好善良，我今天又充感謝好姑娘。君子嚴奉啊！敢問你家兄長係？
兄長周應龍嫂嫂楊三春。你嫂嫂係楊三春？嗯。哎呀，三小姐，我覺得你好姑娘，姑娘，我扶你入我嫂嫂房中歇息吧。